我是 boss， 这摆要派三小好生这座广告厅来到台南南昆新大天府，找一项特别社团的传统技艺。我阁特别安排一位大师级人物，期待恁的见面哦，会当为这项传统技艺做出创新，而且结合现代的广告营销。哦，这大间的呢？这间庙真正就有名啊！是咪足气派？哇，是咪足庄严庄严？哦，是不是？是。好啊，来，南昆新大平路到咯。到咯！耶！干叔，对，请问你看有这无？这我知啦，这煎粮啊，煎粮什么？煎粮吼，来我帮你看，煎然后我今粮，麦这个物件来你看卖。哇，这好罗烧吗？迄好罗烧。好罗烧吼，啊个咱的财神拢财神拢伫顶管哦，咯。拢伫顶面咯。啊，伊迄顶面你看到吼，就是像你讲的这，煎粮，真凉，就是用真凉哎，这煎粮，啊，所以讲这是一个做大的一个艺术啦。哇！啊，他们讲咱台湾的煎粮的师傅吼，这愈来愈少。要失传啊吧？啊，你今仔来，算讲福气。 OK，真我正甲你讲吼，咱南昆新大天府哦，咱后壁佛祖殿都在整修，迄嘛是古迹啦。这可能是吼，要找一寡咱传统的这个艺术啦，艺术，这专家。对啊。我讲我要民吉西的吼，多了解。有伫的啦，有啦，这拄好，带阮去。真正都真的，我带你啦。好，行行行行，好，民吉西的，民吉西的，民吉西。这老师嘛。民吉西，你在哪里？是哪位？民吉西，民吉西。上来叫我你是臭你啦！无伊在上来叫我，哦，啊，你顶管了，哎，上面有咧来叫，较犀利啊！弄掉啊，弄掉，开始。弄掉有声。民吉西你好。嗨，哎，你是啥？林格西你本人？ ，yes，大领导。小等下，小等下，我这有一张这，阮的礼物啦。啊，这啦，是不是这要找你？哦，这是玻璃啊，真念咧用的玻璃。啊，为什么会叫真凉？啊，真念是一个名词，嘿，伊真甲念咧伊的动作，嘿，哦伊有真，伊有念，啊，所以叫做真念。啊，所以当创啥？你看就是你后壁这拢是真你料。看这拢是，人呢？这全部拢真凉。哎，这拢真念。啊，敢拢你念的？无啦，阮的团队念的。团队念的无可能我家己一个做遮济啦。你几岁学的？我对我出世就学啊。安尼，所以我知影啊，民吉西啊。所以咱 boss 就是爱阮用这较传统的物件，爱阮来学宣要传出去，来找你学啦。嘿啦，拍广告啦。因为这是一个足有艺术的物件，因所以为阮啊一定要好好甲你学习。甲你就算讲是牵丝啊，牵咱四只丝啊，小来教阮教一个。摆头是离咱上界近的、上水的，哦，啊，摆仔头才有戏出。戏出啊，伊这是啥物故事？这出关公哦，无毋是三件吕布，吕布是对一这个？个是吕布。哦。吕布无啊有两支铁鸡尾，对，啊，对，吕布，吕布，嘿，吕布，吕布是三国勇将，足侪即个兵马，啊，对争伊一个就对啊。嘿对，对啊，虽然是足简单的一个画面哦，你来看对啊对啊，你啊详细甲看一下，你会感觉有一种故事甲感动。当地发生嘿，啊。对对，你袂感觉你来看伊的表情。我进前其实毋捌听过真念，嘿，但是我即摆才知影伊是啥物货啊。知影讲哦，迄是一个艺术，但是接近去看了，你会发现哇，迄真正是哇，足油的，迄工拢足油的，是一片一片的打起哩。伊迄色嘛是拢配甲足好的。哇，足悬的！行过一遍，嘿，行过。足悬，真正足悬的，足恐怖的呢。我唔敢为下骹过。天天足悬的啦。比我较像想的搁较恐怖呢。我会惊咧。嘛是要起是啊，你来会使无？就紧啊，紧的啊。我会惊，我真正会惊。加油啊！真正会惊，真正会惊。想要给你来啊！不要紧啊，讲一句。我翕相了，我传互你啦。来，今日我甲你绑安全带，甲你救起来。阮甲天公伯啊，足紧的呢。上尾啊，一骹步啊，要徛互阮徛起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小喘，但是呢，
头一个画，阮看到正边的迄个风景，真正有水，有价值。好，咱即摆起来食，这个所在是这个青山寺，是南昆新大天府伊的后壁殿。后壁店啊，伊的主神就是观音妈。哦，观音妈哦，嘿，啊，观音妈殿当然你顶面做的证念，就要做甲伊有符合的。是。哦，啊，咱就中就来做王母娘娘。哦，王母娘娘啥一定爱王母娘娘，因为啊，王母娘娘伊的身份地位较有法度去显示观音妈的地位。哦，啊，就做王母娘娘。啊，王母娘娘伊边仔一定是有两个宫女，即个是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对。哦，啊，即个伊的材料就是即个色滴。嘿啊，啊，这大片要安怎要变安尼？嘿啊，啊，我就爱甲经吼，这安尼起来差不多吼。哦，来，啊，这爱料落。用料的哦。用用，迄是会倒啊哦。使讲是用挂的吗？用挂这个词敢对？用料的，料的。所以我就讲叫做料包咧，无咧讲挂包咧。哦，料。哦，你料甲足水。伊老师的呢，啊，你听我，你有听到？有啊，恁讲话我拢听甲足清楚的。啊，一片一片安尼念，其实就是。啊，佮按娘寸笑哦。对，伊就是原本的一片大片的，啊，看倒一个角度，甲伊较像、较亲像安尼。迄是讲因为遮有啥物吹风拍力，所以迄较快歹。因为玻璃本我你看，安尼就一个就无啊。玻璃吼，伊本身伊的材质，伊会落啊。哦。啊，敢袂褪色？敢袂褪色？袂褪色，但是会落。会落哦，啊袂褪色就对啊。嘿，啊你若要好袂落，就爱做你有看到无？王母娘娘咧甲阮斗相共，为虾米咧？伊破去了，即个搁较亲像，有无搁较成？伊较会紧的。真正的，这王母娘娘紧的。哦，你可会通哦。系啊。可能头拄迄地无好，会对即地搁较上的。哦，即马咧磨迄个边啊，晓无？嘿，这个收边。哦，迄叫做啥？收边。收边。丝仔个就对啊。丝仔个啊。这叫做加玻璃。加玻璃。嘿，啊拄也是。料料玻璃。起来啊！伊伫顶悬做代志，迄玻璃，哦，真正用甲足油的，迄透中昼足热的，伊就流汗流滴，但是伫打迄个时阵，迄是足专业的。哦，安尼起来。有啊。哦，赞，哇，水，王母娘娘有欢喜共款，迄面笑起来足自然的。做主编的，主编啊，啊，我做成的吗？对，你嘛是王母。有。哎，当然你也跟他很，他也跟你很像。我有去算前世今生，啊，我是王母娘娘边仔的仙女。哦，仙女哦。这啊。你是即尊哦？我唔知我倒一尊，所以我看到因敢若足亲切的。看恁较早的同事啊，有可能啊，我讲真的，可能有可能哦。哎，即马用迄啊，用迄。哦，要甲勾起。哎，要甲连起哩。要甲连起哩啊！哦，来咯！哇，水。真正水这堆啊！哎，爱偌久伊才会干？完全打可能差2、3点钟就打。哦，2、3点钟就比我想够紧。甲油漆差不多对无？差不多。啊，你即马咧做的即个形是啥物意思？为虾米要搁家用一个安尼？你有看到咱的迄个中国结的流苏有无？有哦，流苏有顶一个，啊，顶面是不是搁一粒？哦，有，即个夹着哦。对。啊，刷落来。刷落来，到即地伊会变共色，就卖用即地。哦，搁爱配色的哦。迄就爱搁配色。哦。等于讲嘛是爱有美感。系啊。系啊，因为你无配色起来吼。拿的敢若袂，敢有拿色好看哦。拿的啊，我遮。遮无。遮敢有拿的，我看有。有。所以讲这看感觉就对啊。这个丝仔袂歹呢。袂歹吼，我足够。系啊，足够配色呢。系啊，你看有无？有袂歹，水。这王母娘娘互我的迄灵感。超会搭。超会搭是安讲。很会搭，足够搭的。哦。足够搭配安尼。啊，即马搁共款搁收。嘿，伊还搁收。恁这总共有几色啊？
做一色的啦，哎呀，好来，你甲负责打起来。好好，好，你有教你啊，你有。啊，你的位置爱倒好啊，伊的哦。手伫遮，好来，哎，好打水啦，水，打嘞，啊，我瞧一下就好。哇，哦，袂歹，大家就少的吼。有正，正，大家正起来得人听啊。你哪会晓遮做这种话？阮母啊，拢安尼讲啊，那毋是讲坐好食吗？最好正啦。这好正，因有教就对啦，因共款。有押韵拢会使。安尼，今仔先教恁食。好，好，啊，扫落来咧，啊，所来，搁要看搁较水的，嘿，爱带恁来一个所在，哇，你到位，秘密基地够比赛够较水，嘿，秘密基地。是哦，好啊好啊。做这人实在是真辛苦啦。哦，迄个你来拍卡车，后来就无选择，真正是足忝。所以咱会倒撇，咱会无想要做。啊，我嘛知影，阮爸爸一直教我锁定。伊感觉讲啊，这个囡仔袂歹，啊，但是咱有叛逆性，我就无爱。啊，所以我就去做我的工作嘛。哦，但是感觉这个代志，感觉像有可能带天命吧。天公伯啊，讲要交代讲啊，你就是爱倒来接这个家族的行业，起来甲展览发扬光大。世到尾手嘛是你爱来接啦，嘿啦，你爱来接啦。啊，家己炸恁去。哇！哇！这安尼有水无？这你做的吗？哇塞，哇，逐阵拢足水的呢。哇灵哇好，有活灵活好吗？是活灵活现吧？活灵活现。你迄个老师有教活灵活好吗？好甲灵两个是冤家。所以袂当相提并论的对。对，你活灵活好，我怪怪的。怪啊，灵伫咧遮，哎，吼，这是鱼啊甲梨这是鳌鱼，鳌鱼哦，鳌鱼有听过。国语叫做独占鳌头，就是这。啊，这两只较特别，嘿，这两只是送叫我做，你知？像，丹西中叫我做的，哎呦丹西中，咱的卫福部长丹西中。因为疫情，所以第一届3级警戒的时候做扫去天灾啊，为啥要因为 COVID-19 对，天灾，我想啊，较会当做一个吼，更加扫掉。扫嘿扫去天灾，啊是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喷很烟，浓。哦，靠树要讲话啊。啥物总统那喷烟？我是护士，现主时化身做一尾龙，甲恁讲话，是安怎这么多作品，偏偏要经一尾龙呢？嘿嘿，因为这才有下本龙王的气质啊！一摆恁出任务，若是拄着困难需要支持，本龙王会提供金龙妙计予恁。但是这个金龙嘛，毋是遐尼简单就得会着，嘛绝对面对天顶炼落来。凡事拢爱有相当的好处，若要得到金龙，就爱通过验师傅的考试，看恁对神话故事的了解。若全部要着，就会当得到2个广告金龙。结果会安怎，就看恁的实力咯。报数，报数。哇，我拄则有听到一个重点，就是阮爱先回答老师的问题了，会使得到2个什么？金龙妙计啊，无要做师啊，跟着我走，对我来，来，好，啊，徛好袂？然后你讲，好，要开始出题目啊。题目。哦，我上惊题目啊，我读册拢倒数第2名。你还佫赢一个，你还佫赢一个上尾迄个。嘿对。因班啊2个人。紧的啦。你也看，哇，这物件。啊，炯炯有神呢。嘿，啊，你看这有2排，顶迄排叫做八仙。八仙，我知影八仙。贵海。你知吼？我知8仙各种。 8仙各脑中。但是只有有高的呢，只有有高仙呢。对啊。哎呀，那呢？即摆的问题是要甲你讲，这八仙有啥有高仙，名敢念袂出来。来，阮试看卖，我先。我先念，我记伫无。好，无我是你先。即马开始哦，啊。对遐开始。哦，你咧。这是迄个拿彩盒。哎，啊，这第2尊
这是草国菇，泽国走国菇，泽国菇是吗？泽国菇。走国菇。徛好的这个是吕洞宾第三个，第三嘛，个，不是，伊是迄个。第三个，小，你给阮一个姓，伊的姓。嘿，伊说啥？姓卢。吕洞宾啊！啊，我讲吕洞我头拄嘛讲吕洞宾啊。有吗？你有讲吗？有啊。那来第四个。迄个，安尼。踢啊！怪啊你踢怪。你什么怪？李多怪。李多怪。李铁怪，不是李铁怪哦。哦，李多李怪。多怪啊，过来。迄个南极神翁，啊，对。南极神翁，南极神翁，我背足久啊。我唔知恁同学有10个哦。有10个啊，阮班较济来，人。搁过来。这个姓钟啊吧？无姓真的啦，金汉里，啊无咧，无啦啊无伊是一个姓啥？汉梨吗？姓汉，汉雄主，汉中里。哦，汉中梨啦。汉中里哦。啊，搁过来。汉中里。一个姓张。哦，赵国姑，曹国姑啦，泽国菇啦。国菇，还是对记得。丢国乐啦。丢丢国乐。乐。啊，搁过来迄个。啊，这就是好成功。哎，对啊，搁过来，这个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不是吕洞阿宾吗？姑啊，无啦。曹国姑啊，超国菇我啊！讲一个无伊啊，讲到本片啊，迄个啥？本片啊是，不是吕洞宾是啥？啊。较缘投的迄个，较缘投的迄个，伊是8仙内面缘投的。上缘投的上好看的。其他7个翡翠哎，你袂使哦，袂使。拢是上缘投。好啊，我剩下。请问伊几岁？请问伊几岁？哎，你们有哈韩吗？有啊，韩雄主，韩雄主，对丢啦。答对了，来。真念传统真念这个物件，伊是一个动作，有真甲念，啊，所以有这个动作起来了来，较个合作叫做真念。真念呢，咱即马看到伊的物件吼，做侪拢做入庙来嘛。上界水的就是遐红仔岛。阮即马所推广的，就是为着要互这个真念有法度有伊的生命，有法度延续伊落来的迄个传承。所以，阮即马一直推广要将即个真念的作品，要互真念即个手工艺，即台湾特有的即个工艺有法度，迄个上国际的迄个舞台。我讲哦，人迄个认真的查甫人吼，上缘投，真正呢。我安尼甲偷看一个哦，你做工课吼，足古毛的呢，哦，安尼足细致的，安尼慢慢用，啊，足有耐心的。原来要做一件吼好的作品的艺术品，是爱开偌济时间、甲精神、甲用心、甲骨头壳。所以我足钦佩咱民国师，无简单。哎，介想一个声位楼顶。来啊妈，过来啊妈。有呢，那是楼顶的声吗？有诶。哎，阿强，暂停者。歹势，安尼阮先去你楼顶。好。哎呦，有，大声啊！有声。灵一直在叫。哎呦，什么状况？哇，这做艺术的咧。哇！是不是有灵？灵。倒位？在这，啥在这？这乌咧。对啊，这。哎呦，一尾龙呢？灵王啊！相信经过这个经验，恁对真念已经有初步的概念。过去恁拢是用影像来做广告创作，有时阵若甲画面摕掉，敢若用声音来传播，行销应该嘛会得到真好的效果。所以即摆本良王希望恁甲师傅的作品做成有声册，利用恁的声音甲创意，互故事变搁较精彩。安尼知无？好啊，加油哦！我出现就是要交代互你一个任务，来啊！交代任务，
朴树巴克梅德，嘿，遮内底就是要从这念的故事，才做一作品。对啊。爱将恁看到的作品，甲将故事甲讲出来。因为有讲用有声册。对，啊，主要是要用声的。用声，声嘿因为进前阮拢用翕的。诶，啊，为什么要互恁讲作品足水，但是伊也有灵魂？哦，就是咱灵就是魂就是个故事。好，来，互阮去看着无？好，我带恁来看。好，行。啊，所以这三北是一个故事吗？伊的故事叫做《醉饮金山寺》。哦，别知吼。啊，咱细汉别听过这个故事别写啦啊，《醉饮金山寺》内底主角就是有一个叫做柯仙，啊，考生。啊，这个是法海，法海和尚，啊有白蛇、白素贞，是有小青，小青，小青就是乌蛇，乌蛇，啊，这个小青是迄个蚌壳子，迄个蛤蟆蛤蟆，蛤蟆对。这个故事是叫做洞关母马超，哦，安怎讲？伊的故事内底就是这个马超，马超，这个董官，毋是这个叫做错，周顺，哦，做错啦，啊是做错去甲害死马超因老爸，所以马超你看大号，嘿，啊对，哦，哦，我去过要陪，啊大号伊伫洞关去互撞着，哦，伊要甲追杀，哦，拄着做错要甲对杀啦，做错拍败。对，证书，伊就开始一直走，啊马超伫后壁就开始对了，了对杀甲遐个，没有戏遐阿对兵哥啊讲，甲遐这边的阿兵哥讲，嘿，看到穿相袍的，嘿，嘿，又做穿红色的相袍，嘿嘿，格杀勿论，格杀勿论。哦，放一刷，做错听到，就开始摕一阿兵哥的衫，穿的你看伊就是阿兵衫嘿，套的，阿兵哥就对啦，干巧啦，对啊，伊继续走，这叫做洞关母马超。哦，啊来，咱搁看这边人。关老爷啊，嘿，关母嘛，这北就是上精彩的，安那叫做精彩，关公过五关，咱就366就是咧种吼，就是咧讲这伊的场景就是这。哦，啊，关公伊就是为着要保护伊顶面吼，才有伊的瘦啊，伊两个说伊啊，两个锁啊，哦，啊，一直走到古城的时阵。嘿，后壁做错咧追杀，啊，这是伊两边咧相战的一个场景。刺客，刺客，刺客啊！真正刺客。我靠你！是不是？我讲我无炸迄个。好请坐，啊，阮豆豆啊看，豆豆啊看。这个故事吼，对阮来讲上简单啦。啊你哎，好，你对啊，咱你要创，你要创。哎，拜托者，已经创作者呢。对啊，我专门拢会拍这个趁钱的，对吧？你要做成低调，咱来安那，咱来安那。你看我咱用讲啊一镜到底，一盖完成，你看电，拢一个行到底就对一了。行到底，啊，拢卖加，观众看到的是一件到底你讲的。对啊，一行到底，一个行，一个镜头到底，啊，拢无，袂使加。袂使加，袂使袂当你讲安怎袂当修正。你就爱挑战的，你讲安咯？好，既然讲到这，哎呦，再来看一个吧，看至少有朴树，互阮一寡三这是好康的这是吼朴树荷咱的金龙对，金龙，龙，好康的，唔知道啥？金龙，金龙哦，蔡依林讲国语，你讲无讲哦。国语叫金龙，人啊，你就阮台语都无咧。其实就学习。我讲富人，哎，其实两个就像姊妹啊。是吼，对对，直接唔看出来。好来，你讲。声音的呈现是变化万千，上早的广告就是用一喙传一耳的方式来进行，所以咱就好好来利用周围的工具，让声音变甲快佮丰富哦。哎呦，
无抱我声呢。高，你有听到什么重点无？你有？重点是啥？会当做一个声音。什么声音？伊专门科上爱用声音的，比如专科哦讲，比如讲，什么会使换做什么？行路，跳马的声，哦，所以要安怎配合？海印的声，海印要安怎用？海印的声，海印无啥想，这是海印，小桥流水吧？这水无遐强啦，但是会使想嘛，想看卖啊。好，无啦，咱较实际啦嘿，莫讲吼用骹伫遐安尼打啦嘿，啊用手伫遐扶啦，哦，迄拢无成啦，是迄个无啥像啦嘿，所以吼上直接的，吼阿姊啊吼，就带恁吼去实际，吼，你敢知影咱遮吼上有名是啥？来啦，牛肉汤，虾卷，我即摆咧讲，甜点，拄啊是毋咱要制作即个声音？豆菇啦，豆腐啊，你要做者即个豆腐的声音，你用骹就无成啊。嘿所以呢，台南足有名叉架，哎呦，既然你有够厉害，叉架嘿，哦，啊用叉架吼来做成迄个跑马的声音。哇，你做意义的，对，啊，过来，咱台南上有名就是孔庙，吼遐有吼足侪特别的声音。我想讲你搁要带阮去拜拜咧，无啦，咱已经搁要去拜到变过啊！讲不讲要真念，明仔载规工都真念。安尼好无？恁感觉安怎？好。哇，咱今日咱两个细汉的，对，张阿姊甲阮交代讲，来要来找这茶家店。去迄个医馆附近。你敢有来过遮？有啊，进前遐有一个乐团的，这个表演的所在。哦，是哦。我来过几六道。哦，你嘛是台南人对啊？无，这个医馆人。哦，宜宽人啊。天宁，你好，你好。嘿，我是两个帅哥。啊，对，我们来找茶家，因为我想要用一个，就像广播的感觉，啊，又配就侪音效、音乐的。因为咱是要迄个声，迄个咔咔敢咔。捌听过？无呢。毋捌听过吼。足少的呢。甲恁保证要开钱吼。保证行路有声。哎，保证行路有声。好，来看嘛。恁来技术对吧爱有声的哦。哦。好，来，这张吼，互你拍你，吼，来。全世界的人拢捌你。啊，这张互你试穿看卖啊。哦。哎呦，这会使安尼，会使拍片哦，吼。拍片。哎，我第一个听到拍片。新目镜好趁食。金银珠宝满大厅。伫遐讲的时阵吼嘿，用当手无意思，对啦穿当骹。爱情才有意义啦。是啦。哇，你目镜是咧穿的，毋是要互你讲。不是听唱的啦。哎呦，啊，遮拄啊好，今日穿安尼，哎，你嘛穿安尼。啊，你心理准备有要来。对啦嘿来试穿一下你。两脚行起来还有迄个风啦。啊，行路有风。行路有风。来，叫看卖啊，叫看卖啊。哦，哎呦，有声哦。这习惯一个呢。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今仔日呢带你来吼，咱台南啊非常有名的咱的孔子庙。伫遮，就是这，对啦，足有文化的哦。遮大哎景呀，啊，你敢知影我啥带你来这？啊，有声册，嘿，养声册的这个。声音的效果，对无？哎，对，哎呦，会晓哦，会晓真牛。今行，咱就来找这个声音，好行。行，你看，是毋是足特别的？这位吗？啊，对啊，无咧。啊，嘿，老板娘，嘿，你好，你看卖嘿，呀。你甲阮介绍一下好无？我我是要找较特殊的音效。声声音吼，我遮规档拢是经济落去做的物件，啊，你若要有声音的吼，这就是乐器，会使做乐器，这拢有声。啊，无同款的经济，有无同款的声。安尼哦，你要试看卖啊？所以你会使听看卖啊。哎，
每一种拢无共款。这要安怎分别啦？愈大粒的声音，愈加无，毋是，无一定，无一定。嘿对，迄是伊的材质无共款。哦，嘿，材质无共款，啊，搁伊内底空间无共，伊声音就会无共款。嘿，迄较低音。嘿嘿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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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这么搞啊！我知啊，我想着，因为我有一个迄落一个音乐的声音，我有笔记起来。哎呦，你有想到啊？发海行落对，的声音，我唔对，就是发海。安尼有啊，安尼哭，安尼哭，安尼哭。系哦，够成的吼。对无但是这个可能较无遐成。哎，是吗？啊，再找一个吼，较成的。头家娘，你甲阮建议一个，看有啥你也要迄种，你知影发海嘛？我知，因为伊迄种的吼，伊有边仔有迄钳仔嘛，对迄钳仔的声音，这个真正会较适合伊。佮袂使伤大声伤我有响。听到迄个伊讲的这种钳仔，钳仔安尼安尼，哭哭哭，你看像这就无成。对，嘿，伊迄种钳仔的声，这个有无？哎呦，你教发海足熟的哦，你是吹着哦。听这敢有像落雨声。哎呦哎呦，你个一解。好来哦，这阵大雨拍醒我的梦。这个时阵，发海已经出现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对无？你迄个现做像阿嬷，阿婆。哦来哦，小热。来，台南人的热情，足好热的。佳在这间有冷气。对，有冷气上赞，紧的姊啊！来，好康的来。哦，来哦。今日咱大家拢有任务嘛，对啊即马转来啊。我靠，这啥有货？特别的，这啥？想袂到你吧？你用用看卖，你用啊你用这是什么看卖水。果？你莫讲这葡萄哦，我是讲我甲你卡了。这是雪茄吧？这是啥啦？我知影，这我看过。嘛伤济啊嘛。系啊。恁是去做饭了啊？拜请，拜请。哎，差不多啊哦，差不多啊哦，有准哦。发海是吗？发海嘛。小看这要到啊。我已经设计好啊，因为发海较老嘛，啊行落安尼。有无？伊摕迄乖安尼行的时阵，哦。安尼嘿，安尼有安尼设计。这个就是发海的鸡翅头啊，嘿，鸡翅头啊。伊迄支口声。来，互你变武器。精彩，精彩，有啊有啊有啊。精彩，有啊有啊。哎，阮都有别款的尾声。啊对哦。哎呦，别款的哦。哎呦喂啊！茶夹对无？茶夹。茶夹。嘿。这真正要发笑。你也吹。再做啊！竟然敢伤我！你给我会记你，你这个臭会伤！biu 的话怎么办？法术的声音怎么比较像法术？这个已经是打斗了嘛？这无像。还是这样？还是这样呢？他们在拍，为什么在这？拍伤咱的主人，要让伊知影咱的厉害。好啊，安尼咱就头拄啊嘛行一遍啊。我感觉咱就直接。对，帮我先行一遍，啊，我嘛直接真正录一遍。对啊。若是成功的话，就要第二遍啦，好不好？一件到底。够有信心。来，加油一下，我真正足无信心的。我也放轻松。我替恁足烦恼。我就紧张的。但是咱对家己有信心，预备起。啊，加油！安尼咱一件到底吼。好。准备来录上啊吼，来录起来，action。好。
师，真久无看的，你算记好无？都有等你足久的呢。等偌久？足久。足久，这里久。我你的等待是有价值的，对，真的你嘛讲了真好。真好，真正的。真正你这世人哦，答啦。真正。啊，要甲你考看功夫内练了如何？哎呦，你看我安尼西装打扮了，再过来甲你见面对无？因为阮准备好啊。有开始对恁有信心吗？真的吼，好，第一把作品，阮要分享的是这把图，三国演义，嘿，对。马超，这毋是马超，还是？安尼讲有信心。我来。好啦，我在练习。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今嘛要讲的这个故事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关羽为左侧而拍战功，报答着左侧的不杀之恩啊！甲左侧束缚伊的钱财，一身5厘拢无摕，骑着胭脂马，带着老鳖2位夫人，往河北走找着老鳖啊！但是关羽是对左侧的地盘出关的，手上却无过关的文书啊！这，恁老大左侧讲要放我走，去互我找我大哥老毕。你敢无通关的文件？无呢。新上规定，无通关的文件就袂使放人。哼，若准讲我一定要过咧。哪有可能互你过？好，嘿，哈，哈，哈，你做无用的。总算来到最后一关了，出了这关就会当带小后去见大哥了。你免想要过我这关麦走！哦，总算顺利出关了。大哥，我来啊！这。就安尼，关羽为着过关大开杀戒啊！过5关斩六将，顺利出关啊！带着老鳖的2位夫人，前往河北走找着老鳖，但前方等待伊的又搁是什么危险呢？咱继续甲故事看落去。赞！阮是用阮的性命为着你的有声册。对你有啊，钦佩无？有钦佩，你拄有感动哦。有感动。啊，你的目屎无滴2滴啊？迄个摕一粒目药水互我做，哎，这一个。来，来第2把。这把叫做什么名？东关五马超啊！这内底角色较济，啊，阮嘛一个人吼，来演2、3个角色，对啊。安尼吼，而且比拄只迄更较无用。足无用的，是哦。搁爱轻轻锵锵，搁袂走，哦，阮所有每一支拢会摕出来用。来，继续，咱来观看东关会马超啊！马超的父亲马挺被左侧杀死啊！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马超就抓，绝对要为伊的父亲报仇啊！报告马超大人，代志无好啊！恁老爸伊去互左曹杀死了。什么？父亲大人，我对天就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用我的双手，一定爱甲左侧杀掉。报告马超大人，阁有啥物代志？听讲左侧人伫咧东关。好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咱来甲左侧拍一个咪咪帽。嘿呀！马超伫这个东关拄着左侧，但一时之间也认袂出来左侧。马超下令，只要是
符合所找的清册，激山无论啊！头前就是做军军尔，但是遮济人，我要安怎知影遮济人是做错的？这届要报告马超大人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新青红色这届就是做错啊！蒋将官，哎，若是看到穿红色正甲的人，击杀无论。既然是我的红色正甲来锁定目标，安尼我来换别人的锁，安尼互你着找无啊！可恶，做错人咧，是走去倒位？报告马超大人，做错伊有留长喙手，所以迄阵人内面留长喙手的人就是伊。安尼好，蒋将官，若是拄到留长喙手的人，击杀无论。好啊，既然这届是出我的长喙手嘛，我就甲我的长喙手换掉，唔就好啊！安尼你就认袂出我啦哈！再见啦，马超！嘿，这下做错，阮当是走袂去的。报告马超大人，做错叫做是别人走去咯。什么？已经人也未死？用着别人的衫，挂着家己的长喙手，做错利用着家己的干巧，逃过这个死劫。唉，马超煞来失去为伊的父亲报仇的良机啊！真正无简单。太钦佩阮家己咧，那高卡呢？受我100，嗨，嘛是爱感谢阮这个机会，赞有赞赞！这么好的作品，对啊，所以吼，就引导着阮吼遐尼敖表演。对，妈，迄个做错即马若去在世，伊会感觉讲，伊嘛你莫叫伊演啊，叫来找阮咯。伊绝对会感觉讲，恁太才了解我，我从何你拢知。对，好来，刷了来这个。哇！这把叫做什么花？白素贞水银金山寺。咱开始看。咱来水银金山寺啊。好，今麦这个故事是白素贞水银金山寺。真久真久以前，有一尾白蛇，伊的名叫做白素贞。伊化作人形嫁予苦仙，两人日子是过甲真甜蜜。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影了后，甲苦仙骗来藏起来。法海，我唔相信你讲我的娘囝是蛇妖，我要回去找伊，请你放我走。施主且慢，你的娘主即摆嘛无伫厝。哈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敢讲你要伤害我的娘囝？我无要甲伊伤害，是拍算要甲我伤害。唔信，你家己看。原来是白素贞要来金山寺找找家己的翁婿。娘囝，你哪会来啊？当然啊，我就是要来救你的啊！哼，你这个臭和尚，你将我的翁婿献我！若是我无要爱情咧，那安尼，我就互你知影我的厉害，哈！原来我的娘囝真正是妖怪。时间到了，要来收妖了。免惊，等下有人会来甲你救的。我哪讲会苦啊？
白素贞最阴金三世，法海暗算要收复白素贞，法海甲蛇妖的对决，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咧？爽！对啦，哦，太精彩了，有无？有加分吧？有加分吧？哦，你啊分一支，哦，足辛苦。我分嘞。他妈把游泳池的水拢啉了去。咱要来拍分数啊！哦，哇，足紧张的其实。来啊，掀起来吼。哇，足厉害。对，就是。这全部有10个圆箍啊！咱开始来拍分数。来哦。好啦，咱第一莫甲件使10影响着。分，10分。压力啊。 20、丁30、丁40、50。够来，够来，够来！加较贵， 50基本嘛，啊来开始加分，开始加分哦，好，加分，搁加，哦，加，真熬。但是这个我本来想要去你，啥人讲？但是听吼，为着苦身你太真正无负责任，你害白素贞，你去用关，所以这个算苦身的，90分。哎呀，是足歹咧，足悬咧。对啊，我感觉袂歹，90分就足厉害啊！咱的量，够香啦！够任务，啊去遐听嘛，哎，行，博士哥有代志要讲。来，紧，即马什么时间啊？够虾米意思？恁这摆作品真正让人印象深刻，这个有声册正适合学叶师傅点出的时打 QR code， 也是团结的网络，让大家好好理解伊作品的故事，甲特别的展览技艺文化。